是木国柑的采收期，南投特产的木国，去年的开花期拄着落雨，今年产量大减。虽然农委会有开放予农民申请补助，但是最近这几冬来，一直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，真侪果农讲得要载袂掉咯。 今年这一小的木果柑最近到采收期，不过去年3、4月份拄到寒流，佮小连续落雨，严重影响到今年木果柑的产量。果实都掉了，我们的产量大部分都要跌到1半以上，甚至有的会说可能大概2成。 虽望农委会有启动农损的应变措施，不过今年提早过年，市场对木果柑的需求变多，官商收买计数煞无达到农民的期待，辛苦几年煞无赚到偌济，让农民真无奈。在这当中，除了摘笋8000块的补助，其实不多。木果柑是德山镇重要的经济作物。 这几年受到气候影响，虽然产量变少，不过嘛是甜个好吃，欢迎民众加来支持这款好滋味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